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中和4号公园发生着一件纠纷，一个男子疑似霸占这个海港手耍伤久了，甲民众来起冲突。警方到场，这个男子真激动，竟然出手嘛要来拍这个警察。警察随着甲扣手铐，带转去派出所。也毋过有民众质疑这环境毋免遮尔啊歹啦。警方讲，这个男子有重度的障碍。 当下情绪激动，惊伊会去伤害别人，嘛会伤害家己，才会身家压制。他小朋友都在等，他不让人家用，人家就会请他离开嘛。他帮我打我头2下。民众去到报案，因为这位查甫人敢若是占海亲手伤久，和家长起冤家。环境到场了，这位查甫情绪悠然真激动。打给他，打电话给他。 因为拍到警察，查甫随互警方压掉咧，实施保护管束。不过边个家长看袂落，认为警方伤歹，警方嘛公布画面来做回应。对于这名坐在秋千上的男子施以保护管束的上铐行为举动啊，那后来带到派出所去了以后。 发现到说这名男子可能疑似有身心障碍。眼镜啊，眼镜在我们带拿回去了。画面当中，环境署嘛有出来好好和这位查甫沟通。根据了解，这位查甫虽然已经22岁，不过因为有重度障碍证明，身体年龄敢若6岁，是单亲家庭，爸爸嘛做工课，时常伫游乐园点3、4点钟，刷害起冲突家长坚持要故意伤害，为着避免类似的状况搁发生，警方嘛特别和社会局联络，希望会使予伊家庭关怀协助。